港島，大家一定聯想起港島豪，亦都會諗到原爆。好似我呢啲西史同奮鬥流晒口水嘅人都知道，港島同二次大戰好有關聯，所以原爆圓頂館去咗，日本三景嘅宮島都去咗，嚴島神社大鳥居都有去到。但對我嚟講最驚喜嘅係唔止，因為無意中俾我發現咗一個活動叫做吳灣巡遊。當然都係 K 六 book 咗先啦，記得 K 六之前要 shop back 噶。上船前見到 Amy， 上船之前呢，嗰個導覽員會講解咗好多嘢噶，不過我全部都聽唔到，因為唔識日文啊。如果識日文嘅話呢，會更加投入咯，因為佢會講解好多啲軍艦上面嘅或者歷史上面嘅嘢。呢個船程呢，大概係30分鐘，我哋可以好近距離咁樣睇啲軍艦啦，嗰種感覺就係近在咫尺，但係好似遙不可及嘅感覺。最令我驚喜嘅嘢嚟啦，就係潛水艇啊！喺我個世界裏面，我以為潛水艇係好細格噶，冇諗過現場佢係咁大格咯，佢係真係半浮喺水面上面，哇！真係大開眼界。呢個30分鐘嘅巡遊，我覺得真係非常值得。如果對歷史好有興趣嘅，更加一定要去咗。完咗巡遊之後呢，大家應該好熟悉嘅大和館、大概休館。咁我哋仲去咗隔離嘅海上自衛隊吳館、廖館，都係非常值得去。睇完歷史嘅嘢，梗係 shopping 啦！